农委会和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合作，做伙推广友善照护农作。一寡农产品伫种植过程袂用鸟鼠药啊，也袂用山猪条，甚至是被饲狗顾田地，干那保留照护所需的环境，互因安全去生活。 一只搁一只的石虎是食古水，毋过石虎是强要绝种的动物，主要会出现伫苗栗县、台中市和南投县。甲农民做是人类生活所在的顶塔，农委会就和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合作，做伙推广友善石虎的农产品。那最近许多的通路共同的。 公司协力合作，让我们食物许多的友善标章的这一个农产品，那获得消费者的信赖。农委会后续会全力的来执行所有的食物生态的奖励措施。我们就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石虎可以在我们这一块的宝岛，在它的栖地里面可以永续的生存。 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就讲，有石虎标章的商品是得到消费者的信赖，有参与的业者，农委会嘛有奖励措施。农友也表示，伊伫南投种地，一直拢用有机的方式来种植，伊也真肯定这项政策，毋但保护石虎，也保护环境。去年咱特种中心有讲，咱的地园已经有石虎经过咱遐安尼啦，所以就是讲，咱的地园即摆嘛是有这石虎的认证。 这措施足好诶，就是讲，会互咱诶这师傅足少诶，伫咱台湾足少诶重视这个问题。就是咱渐渐咱诶农地、咱诶农民，会使来讲哦，减用药，也是种做有机认证。 原本友善石虎的行动，敢若伫南投县，即马要甲范围救到苗栗，佮有台中地区，望大家会使支持友善石虎标章的农作物，替保育石虎出一份心力。记者柯家轩、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